日子，想事互咱有淡薄的雨水。相信上帝照着伊的应允所讲，咱若祈求伊的面，咱仰望伊的疼痛，伊就要照着伊的稳定甲疼痛，照着伊的时间甲季节，想事互咱秋雨甲春雨。愿咱伫上帝面前会当定定存着一个敬虔的心，甲伊三甲同行。咱即时三甲做伙同齐来感谢上帝，为着过去一礼拜，感谢上帝照顾咱一切的平安。为着今仔日，咱会通伫上帝殿中，对着咱自己，对着昨开始，咱就有备。今仔日咱自己，咱要透过礼拜的服侍，透过礼拜的行程，通过这个礼仪，上帝来献上咱所有一切的敬拜。所以每一首的诗歌，每一句的讲道，每一分钱的奉献，拢总是出自对上帝疼痛的回应。也互咱伫主的面前领受伊对着咱的祝福，互咱会通带着上帝的祝福，面对着新的一礼拜，未来的人生充满望喜乐。咱也为着咱家己的家庭，不但是会当全家信主，更加是全家侍奉耶和华。咱同齐开声来感谢，来宣告上帝的祝福，请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你会听甲阮同在，保守赐恩伫阮的身上，互阮伫你的听的内面，甲你三甲同行。你是主，完全疼痛，完全赦免，完全医治，完全的拯救。我的主，我的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的信实慈爱永远长存，你的怜悯看顾，甲你的百姓三甲同在。主，阮为着你所想事，阮过去的日子的平安，并且主照你所讲，阮伫你的疼痛内底，罪过得到赦免，才会过犯得到遮坎。出伫上帝你极大的恩典，阮今仔日徛伫你的面前，真侪你的儿女，所以阮用着敬虔甲感恩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，耶和华人民甲百姓，你拢照顾。今仔日，阮会当真侪何等的人伫上帝殿中来服侍。我要宣告，我要相信，阮要伫这所在，学老讲主，你的救恩极大，你的信息达到强冲，你的慈爱达到全地。我要感谢你，将阮对着上帝你所领受一切的丰盛，阮献上感谢。也为着今仔日，阮伫主你的面前，阮将家己搁再一摆献互你。感谢你，甲阮对着罪恶中救出来，互阮会通伫上帝你的面前来服侍你，服侍众百姓。兄弟姊妹三甲做伙组织，倒来到伫主你的家庭，主你伫这所在亲自对阮讲话，透过你的奴仆稍微传导，对阮的提醒、警戒，对阮的教示，互阮领受上帝你的听、你的权柄、你的能力，面对着新的一个礼拜、新的日子。阮来迎接上帝你伫阮身上所要成就一切的丰盛。阮感谢主，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。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确要伸手照顾，要用你家己的恩典引带，并且互阮对着各样的困难当中来经历上帝你极大的权能，知影唯独你是天顶地下独一的上帝。阮献上感谢，赐恩伫你的百姓当中。互所有正义女行伫上帝你的光明内底，互阮真侪光明的囝儿承受产业，见证上帝你的同在。感谢主，将一切颂赞、乐、荣光归于你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感谢咱的主。下面的时间，咱来请明传兄来报告，谢谢。大家平安。消息报告：第一，10月19，礼拜三暗时7点半至9点半举办烈焰永燃杨道诺牧师祈祷复兴特会，地点伫台南灵粮堂，敬邀兄弟一同参加。本会当日线顶祈祷会。该前往参加这个复兴特会哈。第二，
10月21日礼拜五暗时7点半，城市祭坛伫救主堂举行，采实体甲线顶同时进行。请兄弟有留时间参加，做伙为城市启坛守望。第三，10月22日礼拜六上清一日游，请有报名参加的兄弟，伫当日早起7点半，伫教会1楼集合出发。第四，10月29礼拜六9点30分到下晡5点30分，伫乌来新教会举办南部教区教会同工演习会，讲师是陈伯杰牧师，内容是团队建造温室配搭费用是免费，敬邀执事小组长同工向牧师报名。第五，2022年国家祭坛，你实在恩待了我。伫10月初五拜六早起6点到10点半，伫救主堂直播电实体聚会，敬邀兄弟同心为国家启坛守望，请各小组长协助推动，并至教会消息公布群组的连结报名。第六，11月16礼拜三暗时7点，伫台南文化中心举行以斯帖宁静风暴危机的突破圣诞福音音乐剧，敬邀兄弟带着无道友同来参加。要参加的请至招待桌登记买票。这个票是每一张200块，买一送一。当日线上祈祷会改到来参加这个聚会。补充报告，以上报告，敬拜有了，请敬拜团。哈利路亚！拄则迄个11月16迄个临近风暴，迄是咧讲到以斯帖的即个圣经底啊，总是非常有张力的一部圣经诶，即个历史的事实。啊，有时阵咱会感觉讲，哎，兄弟姊妹，毋知咧讲传福音，拢毋知要安怎讲，啊，咱就有把握机会，就用戏剧甲咱讲。所以迄个所在就是要望咱会当带人，所以才嘛一送一嘛，吼。就是我买200块，我阁会当邀请一位我的慕道朋友做伙来领赏。啊，当中师母甲一寡团队拢有伫遐服侍，甲一寡牧者，所以我拢有当日拢会足早下晡中昼出来遐，就拢会伫遐。啊，了后咱的拜三祈祷会就拢做伙来。望兄弟姊妹当把握这个机会，吼，互这个戏剧若是一个支持，上场因爱启程。因爱启程，迄个剧，会感觉讲哇，遮尔啊好个剧，总是去的人，我甲翕出来时阵，差不多敢若6成的人，6、7成，我真可惜，我家己看2摆，有人追剧，刘子俊牧师看3遍，就哭3次这样。好，我常看迄个报纸的迄个电子报的即个所描写的，所以表示迄个戏剧足有一种张力，感动人心，阁有美好音乐通好听。望兄弟把握机会好无？好，请你邀请，谢谢。上帝啊，你用你的公义甲慈爱做你的宝座的根基，伫你的慈爱甲信息，也是拢行踏伫你的面前。咱欢喜伫主的面前殿中，三甲起立来吟诗敬拜伊，欢喜快乐，齐来崇拜。欢喜快乐，齐来崇拜，荣耀主爱多主宰，奉献我心的主面前，心那回归喜袂停。受欢迎我在我叮当，
前，敬畏，人面上香，常常祈祷。伊是听的主，你是听的主。感谢主，赏赐愿福分，无贵无比的福分。将你稳定对天上落来，万事拢通来拜改。伊是听的主，每日听阮的心事，了解忧愁，了解阮有罪。你是听的主，了解阮境遇，阮在一番福气是对你相思。感谢主，赏赐愿福分，无贵无比的福分。让你稳定对天上落来，万事拢通来拜改。你是听的主，每日听阮的心事，解阮忧愁，了解阮有罪。你是听的主，了解阮境遇，阮在这款福分是对你相思。你是听的主，每日听阮的心事，解阮忧愁，了解阮有罪。你是听的主，了解阮境遇，阮在这款福是对你相思。你是听的主，每日听阮的心事，解阮忧愁，了解阮有罪。你是听的主，了解阮境遇，阮在这款福是对你相思。阮在这款福是对你相思。忧伤痛悔令上帝袂轻看，伊可紧伤心的人，珍贵灵性痛悔的人。我的心只有你，我的灵脚无你，我全来献予你，用真心爱了你，要向主敬拜你，深深讲我爱你，我的心，我的主，我靠
我一生想着你，我的心只有你，我的灵较无你，我全人献予你，用全心爱了你，要像手敬拜你，紧紧讲我爱你，我的心，我的主，我较无亲近你。照看我，予我灵的满溢，照我加增我更新我，照我主人我，予你听来慰藉我，我一生想着你。这是咱的祈祷，这是咱的渴望。主啊，我的手当摇光悬在你面前，表明我对你的幸福，表明我要对你讲，我真正是愿你听主较深。主啊，求你充满我每一个人。充满我，浇灌我，予我灵的满溢，充满我，洁净我，更新我，充满我，主人我，予伊听来慰藉我，我一生想着你，充满我，浇灌我，予我灵的满溢，充满我，洁净我，更新我，充满我，你想我一生想着你，充满我，予我灵的满溢，充满我，洁净我，更新我，充满我，主人我，予你听来慰藉我，我一生想着你。是啊，主安尼讲，我一生想着你，我一生想着你，我一生想着你。邀我上帝，你纪念你的约，照着你的时阵成就一切关系阮的代志。你监察人的心肠肺腑，为着要赐恩，予遐个专心军队超找你的人。你是主，永远的主，你是活命的源头，你是祝福的开始。主，你帮助阮，予阮极力
认捌你，通互你的慈爱，亲像早起时的日头，照伫阮的内心；互你的恩典，亲像春雨、秋雨的甘霖，灌压伫阮的心灵。阿门。互你永远的听，伫阮的身上显明，互阮伫这个地面上活着，就是来见证你的名。亲爱的主圣灵，恳求引带阮，互阮活出你的款式，互人对阮的身上看到主上帝你家己，也看到阮的内面，因为有你的教示。同在引带甲祝福，因就要安尼讲：耶和华上帝真正是独一的上帝。阿门。只有耶和华上帝堪得一切的称颂甲恶乐。世间人也要对阮的身上看到你，也要亲像阮军队你来军队你，通福阮伫地面上徛起的日子。见证耶和华是公义信实，伫你的内面完全圣洁荣光。愿献上阮的感谢，唯愿你继续伫阮的身上得到你应该得的荣光。祈祷感恩上赞而乐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。咱同齐来读新的诫命，请。你着真心、真性、真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诫是大的，也是头一个；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根头。我用新的诫命予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阿门。阿门。啊，这请坐。接下咱来启用上帝的话。箴文第42篇，我启兄弟来用和的时阵，三角来。对亚瑟本必发出一条，对伊的今生基要结果子，耶和华的灵要点伫伊的身上，就是互伊有智慧甲聪明的灵，无力甲能力的灵，知识甲敬畏耶和华的灵。伊要令敬畏耶和华为乐，行审判无凭眼见，断是非也无凭耳孔听，搁要用公义审判丧凶人。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的人，用口中的话击打世界，用嘴里的气杀歹人，公义要做伊的腰带，正实要做伊协的下带。在人要甲绵羊，伊绵羊搁同徛起，把甲山羊搁同倒，草种狮仔。甲小牛并迄个肥畜同群，囡仔要牵着因，牛要甲熊同食，牛仔囝要甲细只熊同倒。三个要食草，亲像牛共款。今年的囡仔要佚佗伫灰蛇的洞口，长龄的婴仔要按手伫毒蛇的迄顶。伫我圣山的片处，这一切拢无伤人，无害物。因为认捌耶和华的知识，要充满遍地，亲像水充满洋海一般。阿门。接着，咱要请社会传道来证道，请。各位亲爱兄弟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听堂恩典，
因带咱做伙伫礼拜日早起时，咱做伙来敬拜。请咱即时同齐来掀开周报第4面。周报第4面，也是咱有查圣经，咱会当来掀开咱的圣经。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经文记载伫彼得前书第2章的经文。彼得前书第2章第4节到12节的经文。好，现着请咱着同心，咱做伙来上读这段经文，咱做伙来读，请。主乃是活石，果然是小人所弃绝的，却是互上帝所拣选、所宝贵的。恁来到主的面前，也亲像活石，要受起做正做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。因为经常讲，看哪，我甲所拣选、所宝贵的邦角石安放伫锡安，幸可伊的人无得到见效。所以，伊伫因恁信的人就为着宝贵。伫迄个无信的人有话讲，像人所剃的石头，伊做了邦角的头一块石头。佮讲，做了换骹的石头，绊倒人的目睭。伊既然无顺坦，就伫道理上绊倒。因安尼绊倒也是有定的。只有恁是受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上帝的子民。要叫恁宣扬迄调恁出黑暗、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恁早前算不算得子民？即马做了上帝的子民。早前毋捌蒙怜悯，即马却蒙了怜悯。亲爱的兄弟啊，恁是旅客，是寄居的。我劝恁爱见肉体的私欲，即私欲是甲灵魂争战的。恁伫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，互叫恁诽谤恁的四做歹的，因看见恁的好行为，要伫监察日子归荣光互上帝。阿门。咱圣经读到遮，咱搁一摆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听堂人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听阮，你拯救阮，你互阮对黑暗当中，甲阮拯救出来，互阮成做上帝你的儿女，进入上帝你光明的国度。主啊，阮来到伫你的面前，阮的心满是喜乐，满是平安，因为阮知影。你永远甲阮同在。主啊，阮来到伫你的面前，阮毋望会当搁较济用阮的活命来回应上帝你的疼。主啊，求你亲自来引带阮、教示阮，互阮知影要怎样来行。愿你借着你的话语引带阮前面的道路，互阮专心来跟对你、超找你。阮感谢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经文，嘛是记载伫彼得前书当中的经文。这个月当中，咱做伙来分享彼得伊所写的这封批。这封批伫当中呢，有一个真重要的主题，就是竞选。上帝的竞选，上帝的竞选有啥物特别的意义呢？这是伫彼得前书当中要甲咱所讲的，讲到基督徒有受上帝竞选的身份。什么是竞选？什么是竞选呢？咱首先，咱就爱来看，就是彼得前书这个作者，也就是使徒彼得，伊是什么款的人？咱若是拢读过福音书，读过耶稣基督的故事，咱应该拢听过。彼得伊是什么款的一种人？彼得伊过去呢，伊是一个掠鱼的人，后来耶稣来引带伊来呼召伊，要来跟对耶稣。迄个时阵，彼得伫当中，伊就回应耶稣的呼召。伊原本伊是一个掠鱼的人，但是伊愿意放下伊所有伊这掠鱼的梦啊，就是会当专心来跟对耶稣。所以彼得伊原本伊是一个真
冲动的人，伊做啥物代志呢？其实伊是真冲动的。所以有一摆呢，当耶稣无伫因当中的时阵，因坐船伫海当中拄着大风涌。迄个时阵，伊看到耶稣对面行过来，行伫海面顶。迄个时阵，伊就有一个冲动，伊讲：主啊，求你，主啊，若是真正是你，求你叫我即马就对水面顶行过，到伫你遐。所以彼得其实伊真正是足冲动，但是呢，伊嘛真正伫伊服侍的过程当中，伫伊军队耶稣的过程当中，伊做了一寡真正是互主耶稣伤心的代志。伫当中，咱所提到的一个，就是当耶稣互人掠去，要受到即个定罪的时阵，要定十字架的时阵，耶稣嘛甲彼得讲：你会有3摆无认我。后来真正就是伫迄叫进前，伊有3摆无认主。所以伫当中，彼得伊过去。虽然伊军队耶稣，但是伊是一个真软弱的人。伊受到伊心内面的心情，受到伊心内面的即个情绪会当来影响伊所做的决定。其实伊做真侪的代志，做了真好，但是伊嘛做真侪的代志，伊真正是足冲动，但是伊无经过思考。伫伊过去的即个军队耶稣的过程当中。耶稣怎样来引带伊、使用伊？后来当耶稣搁我上天了后，彼得留落来，继续伫即个世上成做一个使徒，会当伫当中来传扬福音，来服侍上帝。伫当中，伫使徒行传当中，咱会当看到彼得有真大的改变，伊成做一个使徒当中的迄个带头的人。并且伊伫当中，伊行真侪新历，伊传福音，互真侪人受圣灵感动。伫当中，伊成做后来世代真侪教会祝福。对彼得的人生，咱会当看出来，无论咱过去是虾米款的人，就算讲咱即马已经信耶稣啊，可能咱拢会有真侪软弱的时阵，但是重点是虾米？重点是咱最后，咱用什么款的行动来回应上帝的拣选？无论咱是什么款的人，即马咱坐伫遮，即马咱组织伫遮做伙来敬拜上帝，这是因为上帝的拣选。所以，咱要怎样？咱用什么款的行动来回应上帝的拣选呢？这就是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。为什么彼得会有这么大的改变？因为伊用行动来回应。彼得伫伊所讲的、所写的批当中，伊甲人讲，这段经文是咱作识的经文，甲人讲，只有恁是受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上帝的子民。彼得甲人讲，咱受上帝拣选，咱有这么济的身份。其实上重要的就是安那，咱是受拣选的，咱受拣选真做祭司，咱受拣选真做一个圣洁的国民，真做属上帝的子民。这段话其实是上帝伫出埃及的时阵对以色列的百姓所讲的话，伫当中强调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度，教会是新的以色列，是上帝的国。所以出埃及记当中的经文是安尼讲的。如今恁若是实在听谈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爱伫万民当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拢是我的。恁爱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就是上帝伫过去伫出埃及的时阵，伊对以色列人所讲的话。后来到伫即马，彼得共款对遮所有的教会讲遮的话，这是讲上帝所拣选的，毋是一个人、两个人。上帝所拣选的，伫这个世代当中，是一群人。一群人，也就是教会。教会要成做新的以色列，教会要成做新的国，
是上帝的国。伫顶个月，咱伫咱教会当中有举办一个讲座，伫即个讲座当中呢，是咧分享即个婚姻的主题。伫当中就分享到有一出电影，即出电影呢叫做《Padman》，伊的中文名称叫做《护电侠》。伊就是咧讲，伫印度即个国家当中，印度有一个人，一个发明即个发明家，伊就是咧发明讲，伊要怎样来做即个迄个女生咧用的即个卫生棉呐。伊就是咧发明即个机械就对啊。因为伫当时印度有真侪人，有真侪遮的富人人，因是无即个卫生棉会当用的。所以因为迄伫印度是伤贵的物件，所以逐个人拢毋敢咧来买。所以伊就咧发明家己做遮的卫生棉，就是为着要帮助遮的富人人。后来呢，就是因的发明呢，伫即个颁奖典礼当中，伊就得到迄个大奖就对啊，得到一个大奖。后来呢，伫即个颁奖典礼当中呢，有一个专家，一个科学家伫当中在致辞。伊咧致辞的时阵，伊就讲一句话，伊讲安那，伊讲别个国家吼，拢甲咱印度吼看做是一个10亿的人口的国家。咱若是听到印度会想讲印度吼伊就是人足济，但是因为因人足济，所以安那因生活过了真善食。因为因安那伊人足济，但是安那人拢争物件来食啦，但是安那因无，但是因拢伤济就对啊。因虽然人口足济，但是安那无路用。但是伊即个科学家伊伫当中致辞的时阵，伊就讲，但是咱家己，咱爱看咱家己是啥物。咱来看，咱家己印度是一个有10亿的头脑的国家，有10亿的头脑的国家。这代表讲，别人看咱是啥物无要紧，咱爱看咱家己，咱是啥物款人。别人看咱可能无啥物成就，但是咱家己爱看咱家己是安那，咱是有啥物款重要的身份。所以，伫当中，咱爱来思考的代志，教会要怎样来看家己？伫即个世代当中，虽然伫台湾可能教会人数是少数，但是教会要怎样来看家己呢？教会有啥物款特别的身份，是甲世间人无共款的？受上帝拣选有一个真重要的意义，就是分别成做圣。分别成做圣的意思，就是上帝甲咱对正人当中分别出来，成做属伊的人，这叫做分别成做圣。所以咱爱看家己有特别的身份，咱是上帝的军队，咱是一群圣洁的祭司。上帝拣选咱教会，互咱伫即个地上成做上帝伫地上的代表。咱爱伫即个国家社会当中，就爱产生影响力。咱爱伫即个世上有一寡的作为。所以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，咱爱将焦点放伫咱怎样用行动来回应上帝的拣选。咱怎样用行动来回应上帝的拣选？今仔日咱所分享的有2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，咱要先来看受上帝拣选有啥物款特别的意义？上帝拣选特别的意义有3点。第一，彼得伫当中甲咱讲到，咱属上帝拣选，代表咱无属世界，咱只有属上帝。第2章第4节经文开始甲咱讲，主乃是活石，主耶稣乃是活石，伊个人是安那受人所弃绝的，但是却是受上帝所拣选、所宝贵的。彼得阁讲：恁来到伫主的面前，也着亲像活石。这个意思，甲人讲到，彼得写批复这个国教会的时阵，是当时伫罗马帝国当中，真侪教会基督徒其实是受到真侪迫害。
可能伫当中有一寡人因为安尼对着生活、对着信仰，感觉真灰心、真失望。彼得的批就是要来鼓励遮个人，要甲因讲：恁伫即个世间受到苦难、受到迫害，但是恁伫耶稣基督内面有盼望。所以彼得伫遮就讲，主耶稣伊伫世上也是共款，伊是受人所弃绝的，但是伊是受上帝所拣选、所宝贵的，咱嘛是共款。基督徒伫即个世上是受拣选的一群人，有上帝所予咱特别的身份，无属伫即个世界。就亲像咱伫他拄仔经文当中，咱有读到一句话讲，咱是伫即个地面，伫即个世界，咱是旅客，咱是寄卡的，咱是旅客，咱原本的家毋是住伫遮，咱是旅客。即个意思就是咱原本就无属伫即个世界，咱只是寄卡住伫遮尔，但是咱原本的家毋是伫遮。所以，为什么咱住伫遮？因为咱伫遮有咱必须要爱完成的使命。咱即马犹原住伫即个世界当中，是因为咱有必须要爱完成的使命。伫8月份的时阵，南部教区举办即个信徒灵修会，伫当中即个高雄信教会里面的牧师，伊嘛伫当中分享一个真特别的比喻，我感觉即个比喻真正是好，所以我嘛甲大家来做伙分享。伊讲咱基督徒伫即个世间有一个真特别的身份，身份就是啥物呢？即个身份是要成做一个天国的特务啊！特务是啥物？敢知？特务咱若是有看电影看007啊是啥物款的，就是迄个政府派一个人去到伫另外一个城市、另外一个国家，伫当中出任务，但是伫当中出任务呢，有会经过真济困难就对啊。但是伊伫当中，伊就用同样的身份来伪装，就是讲来讲哦，我伫迄个所在，我做啥物款的工课，但是实际上我的目的毋是迄个，我的目的是为着要完成我的国家爱我所完成的使命。所以，咱基督徒看咱家己也是安尼，咱是天国的特务，咱就是活伫即个世上，各样的身份拢袂当取代咱伫天国当中迄个上重要的身份。咱必须要爱完成的使命，这是咱受拣选的意义。上帝已经甲咱对众人当中分别出来，就是爱互咱有特别的身份、特别的使命，爱伫这个世间来完成。第二个部分，咱来看，彼得甲咱讲受拣选，阁有啥物特别的意义呢？第5节当中，甲人讲，恁来到伫主的面前，也就亲像活鸟，受起造成做灵宫，要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。伫这当中，彼得甲人讲，咱阁有一个身份叫做活鸟。活鸟是啥物意思呢？活鸟的意思其实就是咱知影，咱过去伫即卖的时代，甲迄个时阵无共款。过去的时代，咱若是要起祭坛，爱用啥物来起？用石头对无？用石头来起祭坛，所以因就是过去的人，就是用石头搬一块石头，甲伊堆起来，就是成做一个祭坛，就伫当中放茶、放祭物，安尼，这是祭坛。但是到伫即个时阵，彼得甲人讲，咱犹原爱起祭坛。但是，这个祭坛的石头对倒位来，就是咱家己。咱家己就是迄个石头，这就是活鸟。咱家己就是这个活的石头，咱是一个活鸟。活鸟的意思就是活着有活命的石头啊，有活命的石头。这毋是讲迄个石头会叮当叫做活鸟。这个活鸟呢有2种意思，一种呢就是讲。这个
活着的石头，就代表讲这是一个有活命的，是会当家己思考并行动的石头。第二个，甲人讲，这个活石代表咱已经有属上帝救赎所赐予咱新的活命，咱已经受上帝救赎来赐予咱有新的活命，所以咱称做活石。因为伊讲主耶稣基督伊是活石，咱嘛是爱亲像伊同款。所以耶稣基督就是迄个上起头的活石，并且伊活伫咱的活命当中。这就是伫当中所讲的意义。所以伫当中后来的经文吼，因为迄毋是咱今仔日所要分享的重点，所以咱就来跳过。伫当中，咱爱讲的就是耶稣基督，伊就是活石。基督徒爱效法基督，成做活石，爱建立咱个人活命的祭坛。活命的祭坛，咱家己成做祭坛，并且呢，咱家己嘛成做安那圣洁的祭司。就亲像他拄经文所讲的，咱受起造成做灵宫。这个灵宫的意思就是安那属灵的圣殿，也就是祭坛的意思，并且做圣洁的祭司，咱家己嘛爱成做祭司，并且伊个讲爱安那，伫头前讲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，伫当中讲的就是，这个意思就是甲保罗所讲的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同款的意思。咱家己爱将咱家己献上当作是祭物，所以伫这个祭坛当中。祭坛、祭司、甲祭物，拢是安那，拢是咱家己，拢是咱家己。这就是咱受上帝拣选的目的、意义。咱全然拢属乎上帝，并且咱是受到上帝来使用。第三个部分，咱要来看，只有靠着上帝的恩典甲怜悯。咱先跳来第10节经文，伫当中讲，恁早前。无算得是子民，但是即马呢，真做是上帝的子民。恁早前毋捌望上帝怜悯，但是即马望上帝怜悯。这个意思是咱讲到，咱会当做上帝的子民，拢是上帝的恩典。伊的意思其实就是安那，咱早前是怎样，但是安那即马无共款啊。咱早前毋是子民。但是即马真做上帝的子民啊！我用一个较简单的比如，我举一个例来讲啊。伫顶个月的时阵，我的新学院的同学有一寡人就做伙来到伫台南来聚会，就是有同学会，所以有一寡人对着台湾各所在，就是组织伫台南伫遮来聚会，就是有2天1暝的聚会就对了，所以。阮2个嘛，甲因做伙来参与，做伙来分享。伫迄个时阵呢，阮就想讲吼，阮想要招待因来食一寡台南的物件就对啦。所以阮就来，因为阮丈人丈母咧买迄个牛肉啦，台湾温体牛，所以阮就想讲哦，无吼，阮就来炸牛肉吼来招待因来食，炸迄个台湾温体牛，这别个所在食袂到的。咱就甲因早去伫遐，就来招待因。因伫因当中呢，有真侪人毋是台南人，所以可能无食过。嘛，一寡人呢，有一寡人呢，拢有细汉囡仔，因有真侪细汉囡仔，伊拢跑去遐来聚会就对啊。伫迄个时阵，阮就伫当中煮遐个牛肉啦。就有一个吼真细汉的囡仔吼，婴仔就差不多可能1岁外尔。伊就咧食牛肉就对啊。伊妈妈吼看到伊咧食牛肉，就感觉真稀奇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伊原本伫厝内面是无咧食肉的啦，伊无爱食肉，但是呢，伊食着即个牛肉吼，感觉真好食，伊就一直食啦。后来呢，佫无结束，后来聚会结束了后，因转去到伫厝里的时阵，伊就开始会食肉呢。这代表安那？代表讲，伊原本其实安那，伊无食肉，毋是因为安那，毋是因为肉无好食啦，
是因为伊无食过好食的肉啦，吼吼。各位兄弟，咱嘛是共款，咱原本拢是安那，拢毋是上帝的子民，咱原本拢无得救，但是咱无得到救，毋是因为上帝无救咱的，咱无得到救，毋是因为上帝无救咱，是因为咱还未接受这个救恩。因为咱还未相信上帝，咱也未接受这个救恩，这就是这段经文的意思。恁早前无算得是子民，但是这无代表恁就毋是，是因为安那恁还未接受。但是即马安那，即马恁已经蒙上帝怜悯，恁会当相信上帝，会当成做上帝的子民，这是上帝真大的怜悯甲恩典，所以咱原本无得救，但是安那，咱即马得救，咱即马受拣选，会当得救，成做上帝的子民，这就是上帝极大的怜悯甲恩典。咱毋是靠着咱家己会当去争取来得到什么款上帝属上帝的身份，咱毋是靠着家己来得到的。是上帝怜悯咱，恩待咱，互咱拣选咱，互咱会当成做伊的子民。这才是上帝拣选的意义，完全主权拢是在乎上帝。咱是蒙上帝的怜悯，这是伫遮咱所分享的，咱受上帝拣选有啥物特别的意义？后来呢，彼得就开始讲有。咱爱怎样用行动来回应上帝的拣选？伫彼得当中，伫遮伊所讲的代志伫即句经文当中，第9节经文当中，甲咱讲，只有恁是受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上帝的子民，爱叫恁去安那去宣扬迄个调恁出黑暗、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彼得甲人讲，恁受拣选有一个目的，有恁爱所做的代志。第一，就是爱去宣扬，爱去宣扬啥物呢？宣扬迄个调恁出黑暗、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这句话是啥物意思呢？彼得甲人讲，其实就是安那，这个意思就是美德的意思，就是奇妙的作为，奇妙的作为。所以意思就是爱宣扬上帝拯救咱的奇妙作为。彼得甲这个上帝拯救咱形容是上帝调咱出黑暗，入奇妙的光明，就是讲咱是离开黑暗，进入光明。这代表上帝的救恩，爱将咱原本是踮伫黑暗中的人，甲咱拯救出来。互咱进入伫光明当中，这就是上帝拯救咱的过程。所以，为什么咱伫咧传福音的时阵，定定会当鼓励兄弟姊妹爱分享家己得救的见证？伫当中得救的见证，一个真重要的意义就是安那。第一，就是爱甲人讲，咱过去是虾米款的人？咱过去是虾米款的人？迄叫做出黑暗。后来呢，咱即马靠着上帝恩典，靠着上帝的救恩，咱成做什么款的人？这叫做入光明。所以，咱过去咱踮伫黑暗当中，但是上帝怎样甲咱救出来？咱怎样活伫一个光明的生活当中？这就是彼得甲咱所讲的，爱宣扬这个上帝怎样拯救咱的奇妙作为。彼得甲人讲，咱既然基督徒，既然是受拣选啊，既然已经得救啊，就爱去宣扬上帝救赎咱的奇妙作为，互其他遐还未得到这个救恩的人，嘛会当经历上帝引带因出黑暗入光明。第二个，彼得甲人讲，爱做啥物代志呢？第11节，第
在一在当中，甲人讲，亲爱的兄弟啊，恁原本是旅客是寄卡的，但是我劝恁爱安那爱禁戒即个肉体的私欲，即个私欲是甲灵魂是争战的。彼得讲，咱伫即个世上，咱是寄卡的旅客，寄卡的旅客，咱爱安那咱等下较来讲即个寄卡的旅客是啥物意思？咱爱先讲。爱禁戒即个肉体的私欲。头前咱讲过，寄卡的旅客代表咱无属伫即个世界，肉体的私欲就代表属世界，所以咱无属世界，咱就爱去抵挡迄个属世界的私欲，因为安那私欲是甲灵魂争战的，即个灵魂其实就是圣灵的意思，私欲是甲圣灵是争战的。保罗伫加拉太书当中嘛，甲人讲过圣灵甲情欲是互相争战的。圣灵会结出什么款的果子？但是呢，若是咱顺趁情欲、顺趁私欲，咱就会结出什么款的果子？所以咱爱军队圣灵的引带禁戒来抵挡遮的话，咱要怎样来做呢？咱要怎样会当来抵挡遮的私欲呢？彼得其实伫第1章当中，甲人讲过，第1章14节当中就讲过即句话，伊讲：恁既然正做一个顺命的儿女，就毋通效法恁早前安那蒙昧无知，就是恁啥物拢毋知的时阵，迄个放纵恁的私欲的迄款。即个意思就是。恁毋通甲以前共款，安尼就对啊。恁既然即马是军队耶稣，恁既然即马是顺趁圣灵的引带，恁就毋通甲以前共款。即个意思，保罗彼得伫遮所讲的，就是抵挡私欲即件代志，就是恁过去，你踮伫黑暗当中，你出黑暗进前。恁是啥物款人？恁毋通搁倒转去，亲像迄款人共款。恁爱有一个新的画面，恁就爱靠着圣灵，会当来抵挡遮的私欲。好，伫遮讲是真简单，但是安那实际上会当来抵挡私欲，其实无遮尔简单。咱必须要倚靠圣灵来行，咱必须要倚靠圣灵来行。咱感谢主，伫这段时间，这40天的时间吼，就是全国基督网络伫当中有咧迄个 SHIIT 迄个高强度属灵训练，伫当中呢，伊就有逐工拢有分享一个叫做安那为列国代求，为着所有世界国家来代求。伫当中，我嘛伫当中来看的时阵嘛，认捌一寡我以前无认捌的国家。我今仔日就是要甲大家分享吼，伫10月11日迄天，要为着即个国家叫做诺鲁共和国，诺鲁共和国要为伊祈祷，伊就咧介绍即个国家是啥物款的国家吼，即个字有点小吼，不要紧。伊就是咧讲诺鲁共和国，其实伊是伫太平洋当中的一个真小的岛当中的一个国家，所以伊的人口敢若11000人尔啦，但是伊国家的面积敢若21平方公里，其实伊是真小的一个国家。但是呢，伊讲伫1970年代，1970年代的时阵因为因国家有磷矿。就是因上帝所赐予因一个真天然的资源，就是磷矿，互因真做互因真做一个世界当中真重要的磷矿出口国。所以呢，就互因呢有捌真做因捌真做一个世界上有钱的国家就对啊，因捌真做世界上有钱的国家，但是后来呢，因为因欠缺即个人力资源佮即个基础的建设，所以呢，互因后来当因迄个矿产因磷矿用了的时阵，
因就无钱啊，所以因就开始安那，佮倒转去变成迄个未开发国家。伫当中，我要讲的意思是啥物呢？咱来看吼，即个图是因诺鲁共和国的国徽啦，国徽吼，伊下骹有一句话，即句话伫当中讲安那 ，God's will first， 就是安那，上帝旨意是大先的，上帝旨意是大先的，咱守大先就是爱先来顺探上帝旨意。这代表这个国家原本安那，伊是照着上帝旨意来建立国家的。因原本伊建立国家的目的，就是为着要顺探上帝。但是上帝大先互因有真济真好的资源，天然的资源，但是因无运用这些资源来建设伊的国家。因就讲哦，我要趁钱，趁真济钱。但是后来安那，当因趁无钱的时阵，伊就变做真善者。所以伫当中，因就是顺探私欲，顺探因想要趁钱这款的欲望，来离开上帝旨意。这就是一个规个国家的咧。原本上帝互因有真丰盛的稳定，但是因无运用上帝稳定，甲规个国家的这个根基会当来拍稳。所以呢，后来因就失去了会当领受上帝更较侪稳定的机会。对这个国家的咧，嘛来提醒咱要怎样来抵挡这个私欲。咱爱思考这句话：上帝旨意，上帝旨意是大先的。God's will first， 互上帝旨意来引带咱的路。一个真重要的意义，就是咱毋是先考虑咱做这件代志会得到什么好处，咱爱先考虑的是，这敢是上帝爱咱所做的代志。这才是互上帝旨意大先嘛，毋是先考虑家己会有啥物好处，爱先考虑这敢是上帝爱咱所做的。这就亲像咱头前讲的，咱是天国的特务。这个意思，特务的意思原则就是安那，伊的任务、伊的使命是大先的。所以对咱来讲，上帝旨意是大先的，因为上帝托付咱有这个使命，伊一定会加添予咱有稳定、有力量，会当来成就。但是咱爱安那，咱爱好好啊来利用、来运用这个上帝所赐予咱的能力、稳定，会当来予咱家己正做予上帝使用，成就上帝爱咱所做的代志的人。这才是咱受竞选的目的，嘛是咱怎样会当用行动来回应上帝的竞选，顺探圣灵，顺探上帝真理来行。第三个部分，彼得佮继续讲，第12节当中甲咱讲，恁伫外邦人当中应该安那品性端正啦。迄个意思就是安那，恁爱做一个好人就对啊。恁毋通互人讲恁的歹话，恁爱做好人，叫迄诽谤恁是做歹的人，因为安那看见恁的好行为，便伫监察的日子归荣光互上帝。彼得提醒咱，咱伫世上是做架骹的旅客，咱就是甲一群外邦人咧做伙生活。这个外邦人，彼得伫遮所讲的外邦人是讲还未信的人啊，未信的人，伊毋是咧讲遮毋是犹太人的人，伊是讲还未信耶稣的人。伊讲恁就是甲遮的外邦人做伙生活，所以恁伫日常生活当中的行事为人就真重要。咱可能拢听过有一寡人讲因为虾米无爱信耶稣，因为因无爱信耶稣一个真大的原因，就是因伫生活当中所看见的基督徒，因无有好的见证。
因伫生活当中所拄到这基督徒无好的见证，所以因就咧想讲：我为什么爱甲因共款？我为什么爱甲因共款？因信耶稣，伊也无比我搁较好，伊也嘛是共款咧做这个无好的代志。安尼我为什么爱对伊信耶稣？当然，咱知影，犹原阁有真济真好的、有好见证的基督徒，但是咱嘛是爱知影咱家己，咱是怎样来影响咱身边的人？咱是怎样来影响咱身边的人？咱身边的人咧看的，毋是咧看迄好的基督徒的见证啊。迄对因若是无认捌即个人吼，其实迄个见证对因的影响咱是有限的。因真正爱看的是安那？看咱家己，看咱家己敢是真正正做一个好的基督徒，有好的见证。所以，咱平常时的生活当中，咱就爱来思考，咱是怎样影响咱身边的人。最近有流行一个代志叫做安那？安静辞职啊，大家有听过无？安静辞职哈，就是讲安静辞职的意思就是安那，伊其实伊毋是真正无爱做即个工课，但是安那，伊咧做即个工课呢，伊讲安那，我只是做上低限度，最低限度最低限度的工作，就是安那，做到即个工作应该爱做的要求，安尼就好，无要做搁较济，不加班就对了啦，无要加班啦，无要做搁较济啦，无伫咱伊讲啊，不在私人时间伫遮讲诶，无伫咱私人的时间工作，无加班，无争取爱升职啊，无争取讲我会当搁做搁较悬诶，无。为什么即摆诶人会有即款诶想法？讲我就是安那，无伫我的工作顶面会当来投入搁较济的心力，因为安那是直接，伊毋是直接离开即个工作，但是伊伫即个伊互家己会当伫即个工作当中抽开就对啊。即句话吼，我感觉伊讲到真有意思。伊讲毋是直接的辞职，是安那，是辞掉迄个伫一场顶面期待追求卓越超群的自己，辞掉那个在职场上期待卓越超群的自己。我感觉这句话吼，伊讲到真有意思。伊的意思就是讲安那，我伫即个工作顶面已经无有啥物热情啊，所以我无想要搁继续伫即个工作顶面有啥物款的突破，有啥物款追求。我有其他我爱追求的代志，安尼就对啊。所以我想要将我的时间、将我的心力放伫其他我有热情的代志顶面。伫工作顶面，我着做拄啊好就好，我无要做搁较济。这是即摆的人会有即款的想法，但是咱爱来思考，这敢是上帝爱咱所做的吗？就亲像咱头拄仔所思考的代志，这敢是上帝爱咱所做的吗？可能安尼做对咱来讲，咱会有真济其他的时间，咱会当来做其他咱想要做的代志，咱会当投入搁较济时间伫咱的兴趣，伫咱有热情的代志顶面。但是，这真正是上帝爱咱所正做的即款人吗？可能有一寡基督徒伫教会当中。真热心的侍奉，投入非常侪的时间伫教会，但是当因倒转去到伫厝里，到伫工作顶面的时阵，因就无有亲像伫教会当中有遮尔侪的热情。咱会想讲，伊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嘛？可能咱看到伊伫教会当中有真好的服侍，咱会想讲，哦对，这个人真赞，伊是一个真好的基督徒。但是当因到伫工作顶面，到伫职场当中，到伫家庭当中的时阵，因所做的代志是安那，互身边的人感觉伊完全无热情，伊完全无目标，伊
伊就是想讲，我既然互上帝呼召，我就是爱来做教会的代志啊。其实上帝呼召咱，毋是干那做教会的代志尔。上帝呼召咱，是爱咱伫每一天，毋是礼拜拜六尔，是每一天拢爱做上帝爱咱做的。所以，这毋是干那伫教会当中，是伫咱生活当中。咱生活的每一天，伫咱的家庭、伫咱的工作顶面，拢爱做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当因甲咱讲，咱伫即个世上，咱是架骹的旅客。后来伊就讲安那，伊就讲，既然基督徒伫即个世上受上帝拣选，成做什么款的身份，受上帝呼召，成做什么款的身份，咱就应该爱安那做。所以伫后来经文当中，第2章18节开始，伊就讲：恁做仆人的，恁就应该爱安那。第3章第1节讲：恁做妻子的，恁就应该爱安那。第3章第7节讲：恁若做丈夫的，恁就应该爱安那。彼得伫当中的教示，伊毋是干那教咱讲，恁伫教会爱安那做。彼得是讲，恁伫恁平常的生活，伫恁的家庭当中，恁爱安那做。所以，无论咱是甚物款的身份，彼得提醒咱一个真重要的代志：回应上帝的拣选，就是代表咱爱伫即个身份的工作顶面，为上帝来做见证。这同款嘛是主耶稣基督对咱的教示。主耶稣基督嘛是安尼教咱讲：恁是世上的光啊！恁是世上的光。咱做伙来读这段经文，马太福音第5章第16节的经文，咱做伙来读。恁是世上的光，恁的光也着安尼照伫人的头前，互因看见恁的好行为，着将阳光归互恁伫天顶的爸。各位兄弟，咱是世上的光，就亲像彼得所讲的，咱是已经出黑暗，进入光明的迄群人。咱的活命爱过一个光明的生活，所以彼得劝勉咱爱安那，爱伫咱的日常生活当中，逐样的行为、行事为人，爱过一个光明、圣洁的生活，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。这开始，上帝拣选咱，爱咱所做的代志。上帝拣选咱，毋是干那伫教会当中咧做工尔。上帝拣选咱，是伫咱每一天、每一个咱所徛起的所在，每一个咱踮伫什么所在，咱就爱伫迄个所在来为耶稣基督、为耶稣的教示来做见证。伫即摆的时代当中，真侪人一直拢咧找找一个信仰，想要找到一个较适合家己，会当帮助家己的神，并且选择伊成做一个敬拜的对象。可能伫咱当中嘛有一寡人，嘛因为安尼选择来到遮来敬拜上帝。咱爱感谢，咱爱为着安尼来感谢上帝的恩赐。但是当咱明白即个上帝搁较济的时阵，咱就爱来知影上帝的计划无干那是安尼。咱今仔日组织伫遮，搁较重要的一个原因，是因为上帝拣选咱，并且伊甲咱放伫同一个教会当中做伙服侍。因为咱相信，并且军队同就为上帝，咱嘛爱用行动来回应伊的拣选。基督徒的信仰，毋是信一个教；基督徒的信仰，毋是咧信一个宗教，毋是家己选择家己想要相信的神来敬拜安尼尔。这毋是咱的选择，这是上帝的拣选。咱乃是受到上帝拣选的一群人，咱军队这位永远活的上帝，并且照着上帝的真理
伫即个世上过圣洁的生活，会当来见证、来荣光主的名。上帝拣选咱，但是安那，伊毋是马上，伊毋是拣选咱，伊就马上就甲咱对即个世上甲咱带走，毋是安尼。伊拣选咱了后，伊互咱伫即个世上悠然继续来过生活。为什么？为着是要完成伊所托付咱的大使命，见证迄位呼召咱出黑暗、入奇妙光明的救恩。所以耶稣基督甲咱讲，咱毋是属伫即个世界，但是咱爱进入伫即个世界。耶稣基督为伊的门徒来祈祷的时阵，伊对上帝祈祷，伊是安尼讲的：伊讲我毋是呼求，我毋是求上帝你甲因带走，我是爱求上帝你安那甲因悠然，互因踮伫即个世界当中，但是安那会加添互伊有稳定、有能力，会当来为上帝做见证。咱是无属伫即个世界的基督徒，但是咱踮伫即个世界当中，咱就爱来为主做工，回应上帝的拣选，会当来荣光上帝的名。咱同心来祈祷，听从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奇妙的救恩，引带阮，互阮会当跟对你，会当成做上帝你手中的工作，来为你来做见证。主啊，伫阮活命当中，阁有真济、真欠缺、真软弱的时阵，但是主，阮毋望你阁较济，将你的恩典赏赐互阮，引带阮，加添互阮有气力，互阮会当知影要怎样对主你来行，特别靠着上帝，你赐互阮有上帝你的话语，互阮定定会当来到伫你的话语当中超找你，互阮会当对着读圣经当中，阮就会当愈读愈明白，愈知影上帝你爱阮做啥物款人，所以阮就会当伫地上回应上帝你的拣选，因为阮相信上帝你的拣选是无后悔的，所以阮就是要来跟对你，阮嘛袂后悔，阮就是会当来跟对你，专心对主你来行，求上帝你引带阮前面的路站，互阮同心来跟对，同心来找求上帝你的心意。阮感谢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谢谢。这时咱要来欢迎今仔日咱所有新来的朋友吼，咱要做伙欢迎。第一个欢迎王国亨弟兄呵，王国亨弟兄呵，这是廖牧师介绍的，廖牧师介绍的朋友吼好。好，第二个叫做陈建志弟兄，好，陈建志弟兄，我们欢迎陈建志弟兄好。感谢上帝的恩典，互咱会当做伙伫即个主日崇拜当中，咱会当做伙来聚会来敬拜咱的上帝。当咱主日崇拜煞了，咱嘛会当有一寡的时间，会甲咱新来的朋友会当做伙来彼此分享、彼此交陪。咱感谢主。下面咱要做伙来用奉献来回应咱的上帝，亲像咱伫即个讲道当中所讲的，其实上帝拣选咱是爱咱有回应的，咱用奉献嘛是一种回应上帝的方式。上帝赐予咱有这个恩典，咱就是爱用这个恩典，亲像咱头拄仔所讲的，照着上帝旨意来行。咱就是爱将上帝所赐予咱的恩典，会当好好来路用，来见证荣光上帝的名。请咱同齐起立，咱同心用诗歌来敬拜，用咱的金钱来奉献。我的心啊。
啊，我的心啊，我的灵啊，为着伊喜乐的心来学了主名。我的心啊，我的灵啊，为着伊喜乐来学了主。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天父上帝用伊慈爱的双手来扶持你，引带你离开黑暗，进入光明的国度，互你得到上帝儿女的名分，一生跟对伊行蒙福的道路。愿主耶稣基督借着伊为你所流的宝血，来洁净更新你的活命，互你的信心更较坚定，伫生活当中会当继续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。愿世人智慧甲启示的圣灵引带你，更较明白真理，明白上帝旨意，并且会当伫凡事顶面照着真理来行，抵挡所有的试探甲引诱，会当完成天国的大使命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灵的感动甲引带，定定甲咱所有兄弟姊妹三甲同在，特别嘛甲你厝邻的人三甲同在，对答直到永永远远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阿门。阿门。各位兄弟，请坐。咱今仔日第一堂主日崇拜就到这结束，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。